哎呀，嚇親你啊！唔好意思啊，以上呢幾句就唔係政府警告嚟嘅，而係電影《赤道》嘅宣傳口號啊！赤道海報敏感紅隧拒登，香港安全嗎？成金魚。呢一套戲以香港將有恐襲題材，講一眾影帝點樣解決問題，係個鬥智鬥力嘅故事啊！由寒戰金牌導演組合操刀。你唔好唔記得，你哋香港人。套戲已經由前日開始喺我哋報紙 A1 位落廣告噶啦。電影公司本來想喺紅隧入口收費廣場嘅廣告牌都照落呢兩個宣傳語噶。今年1月已經向紅隧申請咗噶啦，但係2月尾紅隧以宣傳語政治敏感拒絕咗，淨係俾登演員合照嘅海報咋。電影公司就梗係覺得無奈啦。套戲嘅兩位導演仲覺得紅隧做法好 out 添啊，覺得咦係咪即係保守咗呢？或者係反而係香港啊，我太敏感啊，自己審查咗。我反而我哋同內地呢，譬如話內地傾呢，其實佢哋反而仲開明，你解釋得到俾佢聽呢，咁佢哋就原來係咁噶啦。咁反而你香港呢，喂，直頭唔聽你解釋添。其實兩個導演拍呢一套戲係想香港人居安思危，有份做嘅余文樂都同意噶。香港真係好有福，即係到目前為止其實都冇乜特別嘅大件事發生。其實香港算好好噶。我哋尋日都有向紅隧查詢噶，係咪有一套準則去審批？不過到截稿嘅時候咧，都未有回覆。其實紅隧以唔同理由拒絕接廣告都唔係第一次噶啦。